洪总总教练冲出来了。对，裁判应该是判妨碍守备。对，他们在满垒的情况下选到了第1分。这个球内野来考验一下游击手。这个球恐怕会有争议哦。这个球就要看怎么看。洪总总教练冲出来了。对，裁判应该是判妨碍守备。对，因为这对攻方是不利的，所以洪总总教练马上冲出来。他觉得会有这个动作，是因为他接到球，他想要顺势去做 take， 才会发生这样的动作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好像也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，没有所谓的妨碍守备。我觉得他这有一点想要联动性的接到，然后来触杀跑者，所以说你看他手到最后一个往上抬的动作，去接触到跑者。改判嘞！改判呢？那这样子，富邦悍将是拿下了第2分。这颗球，主审想了一下之后，才给了好球的判决哦。我也觉得稍微比较低了一些啦。哇，这时候林威助总教练是忍不住离开了休息室哦。但是好坏球要抗议，林威助总教练要小心了。从嘴型很明显的是可以观察到林威助教练是觉得说，刚刚那球是太低了哦。我也觉得太低了。特别又在这个判决是等了一下之后才给哦，这可能会让教练、选手会有一点意见要表达哦。我最后林威助教练呢也知道这个抗议要有一个分寸哦。所以出来其实也没有很大声嚷嚷这样，只是听主审的稍微解释一下。但主审通常这种好球赛他不会跟你解释什么。球数取得绝对领先，这一球被逮到在右半边上看台了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扑下去就到了。张志豪这一次美技守备。球数取得绝对领先，这一球被逮到在右半边上看台了 ，home run， 2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中华职棒30年的第1轰，来自于中信兄弟的张志豪，连续4年20轰以上的产量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对，那只要被他逮到咬中的话，就有可能飞出去了。这球其实也蛮平飞的。仰角不是很大，我还是成功的送上了第2层的看台啊！这一发2分炮使得黄胜军的领先扩大到了3分。张志豪今年球季的首轰出现在了球季的第1场比赛。变速球的感觉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扑下去就到了。张志豪这一次美技守备，大吼一声啊，碎啦！你一觉就觉得很闷了。这个球其实是今天攻击里面最有机会形成安打。再来看一下，哇，判断很好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几乎是同时间启动，哇，直接接到了，没有问题。扑出去。哲轩的上一打席是外野的飞球被接杀，这球打平飞球，被扑到，不可能！岳东华这个球，这球出手打在右半边的飞球，张瑞麟左转右转没有接到，而且还不知道球在哪里，哇！锤回来之后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第一时间往后转的位置没有判断清楚啊，所以会出现左转右转，最后球落在他身体的前面了。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深远啊！稍微受到挤压，而且会有侧旋的效果。最后一刻才发现球，他的视线已经离开球了。绕了一圈，那因为是恰恰打的，所以他往右侧往下旋的幅度很大啊。这球打在游击方向，形成了穿越的安打，获得了受益，要冲本垒球回传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在2出局之后，先是2垒安打，再是1垒安打。那现在比分又被中信多添了1分，保险分4-2。滚地球滚动的慢了，最后回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刚好在3游之间穿越，最后的回传比较低啊，恰恰已经回来得分，因为2出局的关系，打到就往前冲啊。对。胡军龙还没有接到球之前呢，看起来恰恰已经快绕过3垒。提前落地了，只能把球给拦截。哲轩的上一打席是外野的飞球被接杀，这球打平飞球，被扑到，不可能！岳东华这个球居然扑到！还得到林哲轩的致意哦，真的太漂亮了，不可思议！哇，空中鱼跃，再把球给接捕下来，这是没收掉一支2垒安打，对，哦，哇，滞空时间这么久啊！对，这运动能力太恐怖了。因为右打者打左边呢，那个球是会往左侧的边线旋的，会打出像 hook 那个的左曲的那种弹道，结果还被他追到。